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中度风台度数最已经开始影响咱台湾。下晡2点半时，气象局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虽然今仔日还无啥雨，西半部金门温度上悬会到36度，不过明仔载开始东半部会开始落雨。拜四的时，全台湾拢得要注意透风落雨起大影。中度风台度数最继续挖进台湾，伫下晡2点半，气象局也发布陆上风台警报，影响范围以恒春为主。25载时，度数最强度一直增加，又要到中度风台的标准。估计26风台经过巴士海峡，强度就会减弱。它今天是逐渐在接近吕宋岛的北方海面，预计明天会通过台湾的南方海面。27号从台湾海峡南侧之后，再逐渐进入中国大陆。那以这样的路径来说，26号到27号还是相对我们比较近的时候。那受到影响比较显著的区域，会是以东半部、南部以及后续的澎湖跟金门地区，影响是最显著的。气象局表示，25也无啥风雨，各地头要注意高温，尤其伫西半部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，金门可能会达到37度。风雨方面，26开始会先为东半部开始落雨。27了后，各地头拢有风雨。明天是降雨的状况，是以整个东半部到恒春半岛比较容易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。27号的话是东半部、南部的雨势会比较明显，那其中可能在花东或者是南部的山区，不排除可能会有局部的大豪雨。澎湖跟金门的风雨也会慢慢增加。气象局提醒，伫台东、兰屿已经观测到4米悬的海涌，估计到暗时，兰屿、列岛、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出现6米以上的海涌，民众唔通到海边啊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